虽然受限疫情，不过但市为了持续关怀古店的服务，社局特别教长辈操作如何细心，并组成赖见面会，邀请侪人上线来联谊交流。7月上午，该群组正式启动。其中委托嘛透过网络家长辈请安，并特别呼吁51人家，请北部的亲朋好友暂时卖回乡，透过线顶过节。75岁以上的市长嘛，先甲大家拜托一下。即马50节要到啊吼，35节要到，要拜托大家借这个时间吼，呼吁咱北部的一寡朋友吼，还是亲友吼，暂时莫转来吼。你即马这个时阵转来是较危险，因为讲你即马坐要转来，就要坐高铁，还是坐台铁。坐高铁啊，伫咧车内底关2点钟，吼啊坐台铁啊关4点钟。这伫咧火车内面吼，咱家己的事势也是咱家己的亲戚朋友是健康的，但是伫车顶啊叫人挂着，就真毋得啦。然后我转来到遮吼，1、2工仔伫厝诶嘛袂当歹出门吼，因为厝边头尾拢会知影讲咱厝里有北部的人转来，所以伊也歹出门。线顶见面会中，民良里长苏珊祖、关心里长周永琪嘛共同出席，都来分享测试的成果，嘛肯定该项做甘心的做法。想不到今天在防疫期间，市长还能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来关心我们，使到我们足甘心的。另外，活动中心的是咱周延琪里长非常用心，带领我们这一群老人在长照据点用心学习，视讯上课没有问题。最后，希望市长我说一句真心话：我们这些老人是曾经年轻的，但是我们也付出给家庭，付出给社会。现在这些老人，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，也免得社会的付出再增大。社局利用现有的资源，推动古店的细心关怀，伫线顶甲长辈请安开讲，其实嘛是要了解长辈健康情形甲生活，敢有需要协助，同时传送防疫第一时间的信息，互长辈麦当共同配合防疫工作。电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